當我們談論一位演運的命運時，究竟是在談論集麼？是那些懸在頭頂隨時可能熄滅的光環，船是深夜裏無人問津時反覆自省念轉反側的嘆息。任嘉倫這三個字放在2026年當下的娛樂圈語境裏，天然攜帶一種矛盾的張力，一邊是古裝劇扛把子的民間封號，一邊是被資本優化掉的冷嘲熱諷，一邊是鳳如潮登陸央視後收視率屢破3%的主流認可，一邊是佳偶天成熱播期間群嘲程式化表演的犀利差評。在流量如海潮般急速退去的灘塗上，任嘉倫就像那個站在海水與陸地交界處的人。浪潮退去時，人們發現他既沒有資本的救生圈，也沒有後台的避風港，只剩下一身被反覆討論的硬實力和一副被過度審視的疲憊皮囊。那句他到底算不算被資本拋棄的戲子的追問，本身就像一把雙刃劍，既切割出幾分悲情英雄的孤勇色彩，也毫不留情地挖破了那層名為頂流的華麗假象。但如果我們只是把這個問題拋回給資本或粉絲，答案注定是偏頗的。要解開這個纏繞了700年的裂，或苦我們得先跳出非黑即白的二元對立，沿着他職業生涯那條蜿蜒曲折的軌跡，仔細看看資本、實力與個人選擇之間，究竟上演過怎樣一場曠日持久且波譎雲詭的漫長博弈。把時間的齒輪撥回到故事的起點，任嘉倫的職業生涯從一開始就與那種被資本鋪好公帑、餵到嘴邊的順遂毫不沾邊。他更像一個在荒原上獨自開墾的農夫，每一寸土地都得用自己的鋤頭去刨，每一粒種子都得靠自己的雙手去埋。早年做過乒乓球運動運，因為傷病遺憾退役，隨後念轉參加選秀，遠赴韓國做練習生，甚至以本名任國超在異國他鄉的簡陋舞台上揮灑過汗水。這段念轉於不同賽道的漂泊經歷，如果放在成功學的書裡，那叫熱血勵志；但放在以資源率砌高牆的娛樂工業流水線上，卻意味着他入局時兩手空空，既沒有大導演的提攜，也沒有大公司的保送。真正讓他在大眾視野中砸出水花的，是2017年那部《大唐榮耀》。廣平王李剔一角，讓他一夜之間嘗到了紅的滋味。那是一種近乎眩暈的，被無數鎂光燈和尖叫聲托舉起來的失重感。按照資本運作的標準劇本，接下來應該是瘋狂固粉、雍池黃金單身人設，無縫盡早將流量價值榨取到每一滴都不剩。但任嘉倫偏偏在事業火箭般蹿升的最關鍵節點，毫無預兆地公開了5年戀情，隨後火速烈婚生子。這一連串操作在當時被視作自毀長城的偶像失格，粉絲大量脫粉回踩，品牌方緊急切約避之不及，經紀公司高層更是冷處理，將他打入資源分配的冷宮。他幾乎是以上半輩子積攢的所有運氣為代價，親手把送到手邊的頂流入場券撕得粉碎。在資本的冰冷邏輯裡，一個不聽擺布、敢於挑戰行規、拒絕扮演完美商品的人，無疑是要被挖入高風險黑名單的。他拒絕做那個被市場捏造的虛假幻影，而是選擇做回一個有血有肉、有軟肋也有擔當的真實的人。這種骨子裡的反叛，讓他在此後很長一段歲月裡被資本圈默契地邊緣化，資源嚴重降級，遞過來的劇本從大製作男1號變成小成本男2號，甚至客串，在各大拼盤項目中鑲邊。那段灰暗的日子，幾乎每天都是對他當年衝動決定的無聲嘲諷。但命運的玄妙之處就在這裡，他關閉了一扇流金溢彩的大門，卻推開了一扇布滿灰塵但足以呼吸的天窗。當資本因為他的不可控而選擇冷眼旁觀，甚至落井下石時，任嘉倫反而在一種近乎被放逐的真空狀態裡，找到了足於自己的生存縫隙。他不再依賴流量泡沫和粉絲經濟的虛假繁榮，也不再每天盯着數據榜單焦慮失眠，而是把全部重心壓在了最原始也最笨拙的那條老路上，靠作品說話，靠角色翻身。2019年底，《錦衣之下》的突然播出，如同一場蓄謀已久的及時雨，乾涸龜裂的土地終於等來了甘霖。那個眼神凌厲如刀卻又在細微處盛滿心情的錦衣衛綠翼，
讓他以演技而非緋聞或人設的方式重新坐回了牌桌。這一次的翻紅與大唐榮耀時期的橫空出世截然不同。彼時的他是新鮮面孔，觀眾帶着獵奇的心態打量，而此刻的他是被市場磨情絲選過、被生活反覆捶打過的幸存者。錦衣之下，狂攬50億分漲成隻單的背後，資本看到的不是一個引話的木偶，而是一個能確保投資回報率、能憑一己之力扛起整部劇熱度的硬通貨。在歡睡世紀的內部財務報表裏，任嘉倫等於回本，慢慢成了一條顛簸不破的金規戒律。他沒有後台，他把自己活成了後台；他沒有靠山，他用一步接一步、一場接一場的紮實表演，把自己熬成了一座移動的礦山。隨後的周生如故，更是將他推向事業的又一個制高點。小男神王周生辰那一身剔骨之型，不僅賺足了全國觀眾的眼淚，也徹底看死了他古裝劇品質保障的口碑標籤。這時我們再回過頭去看他與資本的關係，會發現那是一種極其微妙的競合狀態。資本嫌棄他不按常理出牌，卻又無法忽視他撬動市場、點燃話題的驚人能力。這種擰巴的矛盾，在他與老東家歡睡世紀合作的後期，被體現得淋漓盡致。時間來到2024年6月，任嘉倫通過工作室正式官宣與歡睡世紀合約到期不再續約，列出了長達7年的漫長捆綁。這個消息如同投入平靜湖面的巨石，關於戲子的論調再次甚囂塵上，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猛烈。有評論尖銳地指出，離開歡睡這艘大船的任嘉倫，失去了頂級大公司的資源庇護和公關護盾。此後接演的《鳳凰台上》《佳偶天成》等劇，不是口碑平庸，就是深陷演技爭議、資源嚴重或波爾城不爭的鐵證。特別是《佳偶天成》播出期間，雖然熱搜上了幾百個，抖音話題播放量衝破天際，但豆瓣評分一度慘烈地跌至5.2分的及格線以下。關於他表演程式化皺眉飾演法包攬天下哭戲千篇一律的批評如潮水般衝來，女主狀態不佳，劇本陣舊套路的問題也被一併歸咎於男主剛劇能力的失靈。與此同時，歡睡旗下其他男演員如劉學義等人正攜新作逐漸崛起，大有取而代之的兇猛勢頭，這讓任嘉倫離巢後的處境看起來更加風雨飄搖，仿佛一隻利群的孤雁隨時會被暴風雪吞滅。然而，如果我們緊緊盯着古偶賽道這一畝三分地的得失成敗，便很容易陷入流量師翁那種鼠目寸光的下拜視角。將任嘉倫簡單粗暴地定義為戲子，本身就預設了一個極其陳腐的前提，他必須依附於某個強大的資本母體才能存活，他必須像藤蔓一樣纏繞在大樹身上才能見到陽光。但事實的真相或苦恰恰南轅北轍。離開歡睡，與其說是被掃地出門的落寞，不如看作是任嘉倫經過深思熟慮後主動進行的自我割離。他沒有選擇續約，意味着他拒絕繼續扮演公司財務報表裏那台永不停歇的現金牛，拒絕在古偶的書的溫床上被反覆估價直到青春功利消耗殆盡。他果斷成立個人工作室，把算劇本的筆、排檔期的表、談商務的籌碼，全部重新握回自己滾燙的掌心。而隨後由他領銜主演的《鳳如潮》登陸央視一套黃金檔，收視率多次強勢破3%，不僅懷得《人民日報》文藝板塊的點讚肯定，甚至被國家廣電總局列為年度重點推介劇目。這標誌着他在主流正劇這條硬核賽道上撕開了一個大口子。這哪裡是落魄戲子的徒勞掙扎，分明是一個成熟演員在試圖擺脫商品捉性，進行痛苦職業轉型的勇敢破局。從古偶天花板到主流劇集新面孔，任嘉倫走的是一條去流量化的重資產路線。他用央視的收視遙控器數據和官媒白紙黑字的認可度，為自己的職業生涯押上了新的、更具分量的信用背書。那麼，我們究竟該如何定義他此時此刻的複雜處境？將所有的個人選擇都包裝成悲情英雄敘事，是輿論場最愛玩弄的把戲，既容易賺取同情，也容易收割流量。
但任嘉倫身上最特別的魅力，恰恰在於他一次次打破了這種俗套敘事的慣性。在最近關於他拍揮期間長期住在酒店而不回家與妻人團聚的討論中，有人解讀為婚姻亮起公燈，有人感慨頂流背後的辛酸，但最扎心也最清醒的剖析，卻指向了一個職業演運近乎殘酷的自律美學。凌晨4點上妝，晚上10點收工，為了多爭取哪怕4個小時的睡眠，他寧願選擇放棄10幾分鐘車程就能抵達的家庭溫暖。這不僅僅是世俗意義上的拼，而是一種將全部生活形態徹底讓渡給工作流程的極致職業化。他太清楚自己這副皮囊和這副桑只是唯一的本錢，每多睡1個小時，就意味着能在高壓到令人窒息的長週期片場多撐3天而不垮掉。這種清醒到近乎冷漠的自我算計，既不像戲子的自怨自艾，也不像頂流的驕縱跋扈，更像一個在競技場上拼殺了10餘年的老兵，知道如何在槍林彈雨中最大概率地保存性命，等待反擊的時機。同樣，當年那段驚世駭俗的官宣裂婚，也絕不是雜魔戀愛腦上頭的魯莽衝動。用長遠的戰略眼光回頭看，那是他用犧牲短期流量功利的方式，為長達數十年的職業生涯築起了一道堅固的護城河。當其他流量明星因為戀愛曝光而人設崩塌、粉絲倒戈時，他早已安全地置身於好丈夫好父親的家庭港灣，不僅沒有被輿論反噬，反而因為這份難得的擔當，贏得了更廣泛路人階層的好感和更具消費血策力的成熟粉絲群體。他用一種近乎悲壯的切割手術，把私人生活從公眾永無止境的窺探欲中完整地剝離出來，保護了家人的平靜，也保護了自己作為演員那最後一點純粹的創作空間。這是一種極其高級且充滿東方智慧的生存哲學。他賭的不是資本賄誰令他的聽話，他賭的是觀眾最終會被真誠的表演所打動，賭的是人心向背。事實也反覆證明，他賭贏了。那些當初因他裂婚而憤怒離去的女友粉或苦早已散落在天涯，但留下的以及新吸引的是更能理解演運這份職業複雜性，更能欣賞表演細節美感的成熟觀眾。此刻，讓我們在2026年燥熱的盛夏回望任嘉倫走過的這蜿蜒10餘年的路途，實在很難用簡單的成敗得失來匆匆客觀定論。他的困境是如假包換的真實存在，古偶劇市場整體陷入審美疲勞的泥潭，觀眾對套路的容忍度降至冰點。他自己在表演上確實面臨着突破瓶頸的嚴峻挑戰。那些關於模式化的批評並非空穴來風，離開大公司後，無論是劇本思算的廣度船是商業代言的厚度，都面臨着資源重新整合的巨大壓力。這些問題都在新作播出時被顯微鏡磨蹭地放大審視。但他的突破同樣真實得不容忽視，從流量偶像到實力派演運的艱難轉身，從被資本圈點名警告的刺頭到被官媒及將認可的正能量文藝工作者，這條路他走得步履蹣跚卻從未停歇。至於戲子論，則更像是一種懶惰的不求甚解的認知標籤。在資本永不眠的遊戲規則裡，沒有人佢是永遠的寵人，也不存在絕對的戲子。只有永恆流轉的利益和不斷被修正的估值模型。任嘉倫不過是選擇了一條更難走、更崎嶇、更人跡罕至的道路，不依附於某棵大樹，不諂媚於某種風潮，用一部戲一部揮去談，用一個鏡頭一個鏡頭去證明。哪怕這些角色有時佢被詬病觸童，哪怕轉型的路上布滿陣痛和反覆的試錯，但他始終把命運那艘船的船舵死死地站在自己青筋暴起的手掌裡。他演過背負詛咒的少主，演過印忍心情的小男神王，也演過心懷家國的愛國商人。輝麗的角色多半在宿命枷鎖中掙扎求存，而戲外的他則在流量與實力、資本與自我、公眾期待與個人選擇之間進行着一場同樣驚心動魄的平衡木行走，每一個動作都牽動着萬千看客的心弦。站在2026年8月這個時間節點，任嘉倫或苦依然身處輿論風暴的風眼之中。關於他的每一次討論，無論讚美船是詆毀，無論力挺船是唱衰，
都恰恰說明他依然是這個光怪陸離的行業裡無法被忽視的存在。一個真正被拋棄的人，不配有這麼多人日以繼夜地去討論他是否被拋棄。一個真正涼透的演運，不配有這麼多製作方排序遞上厚厚的劇本。那些關於資源下滑的唱衰，不過是流量市場慣性施庸的餘波震盪；而那些關於演技瓶頸的爭議，則是市場對實力派演運更加嚴苛且良性的審視與鞭策。任嘉倫已經用過去10年的起起落落證明了一件最重要的事，在這片變幻莫測、暗礁叢生的娛樂海域裡，沒有永恆的順風船，只有不斷調整鳳帆弧度、不斷修補甲板漏洞的掌舵人。他不需要被神化成一尊完美無瑕的偶像，也不需要被同情成一個楚楚可憐的戲人。他只是一個在資本鐵律與藝術追求之間，試圖走出一條屬於任國超而非任何他人影子的職業路徑的普通演運。當我們在爭論他究竟是戲子船是寵藝時，或苦潛意志裡忽略了他早已不是那個站在資本貨架上等待被挑選的商品，而是那個有能力決定自己要演哪一出戲、要唱哪一個調的主角。對於屏幕前隔着千山萬水的看客而言，與其沉浸在悲情或崇拜的極端情緒裡消耗自己的注意力，不如把目光重新聚焦回他的作品本身，因為那才是所有喧囂、所有泡沫、所有口水離戰塵埃落定之後，唯一經得起時間推敲的東西。理性總結而言，任嘉倫的故事衝嚟不是一部爽劇，也不是一出悲劇，它更像一面棱鏡，折射出當下娛樂工業裡每一個身處漩渦中心的人都要面對的普遍命題。如何在資本的齒輪和自我的意志之間找到立足點？如何在流量的潮汐和表現的初心之間守住壓艙石？將它簡單標記為戲子，既低估了它作為個體的能動性，也高估了資本作為主宰者的全知全能。資本是潰流動的，口碑是潰累積的，而一個演運真正的根基，在於他對這份職業有沒有敬畏，對觀眾有沒有誠意。任嘉倫用10年的時間證明了自己既不配因為被追捧而迷失，也不配因為被冷落而垮掉。他選擇用最笨拙也最紮實的方式，為自己鋪設一條長跑型的職業道路。作為旁觀者，我們不妨放下非此即彼的判斷，保持一份清醒的寬容，既不盲目吹捧，也不惡意貶損。在這個造神又毀神的時代，能客觀地看待一個演運的成長如掙扎，韻苦他有高峰也有低谷，有突破也有反覆，或許才是對文藝工作者最大的尊重。理智吃瓜，溫和發言，讓演運回歸演技，讓作品回歸觀眾，讓一切討論都建立在事實與善意之上。這既是給任嘉倫，也是給我們自己留出的一片清靜之地。